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義工與國家安全你知幾多問答比賽。義工服務嘅每一分努力，都係為咗推動社會和諧，增強防範同抵禦安全風險能力。而國家安全就係我哋共同履行嘅義務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學習，睇下你對國家安全認識有幾多啦。今日嘅參賽者有 VV Fans 嘅 Anson 同埋 Hannah， 兩位準備好未呢？即刻開始咯！當然啦，我哋 VV Fans 一定可以。Ready 啦，我哋已經準備好。先問 Anson， 第一題問題係2015年7月1號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通過，並規定每年4月15號為國家安全教育日。咁設立呢個教育日嘅目標係咩呢？呢題簡單啦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嘅目標係提高全民國家安全意識，營造維護國家安全嘅濃厚氣氛，仲要培養國民身份認同，增強防範同抵禦安全風險嘅能力。國家安全喺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好重要，點可以唔識呢？正確 ，Anson 表現非常出色啊！下一題到 Hannah， 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共有幾多章？而當中所提到國家安全具體又包括啲咩呢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共有7章。而國家安全包括國家政權、主權、統一和領土完整、人民福祉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、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嘅狀態，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嘅能力。維護國家主權、統一和領土完整係每個中國公民嘅共同責任。答得非常好 ，Hannah 簡直係完美回答。哇，佢哋好勁啊！咁梗係啦，其實每一位義工都係社區安全嘅隱形英雄。義工幫助社區建立關懷同互助嘅氛圍，令社會更加和諧，咁樣就有助減少衝突，維持穩定，進一步保障國家安全。原來係咁。睇嚟兩位對國家安全都好有認識啊！咁我哋即刻進入第二輪激鬥擂台，雙方互相出題，只要有一方答唔出，就即刻輸咗個比賽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好，由我開始先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喺2014年提出嘅總體國家安全觀，核心要義係一個總體、5大要素同5個統籌。咁請問，一個總體涵蓋嘅20個重點領域係啲咩？想考我冇咁易。20個重點領域包括傳統安全方面有政治、軍事、國土安全；非傳統安全方面有經濟、金融、文化、社會、科技、網絡、糧食、生態、資源、核、海外利益安全，仲有太空安全、深海、極地、生物、人工智能同數據安全。咁我問你，國家安全嘅5大要素係啲乜嘢呢？5大要素包括以人民安全為宗旨，以政治安全為根本，以經濟安全為基礎，以軍事、科技、文化、社會安全為保障，最後係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。順便話埋你知5個統籌嘅內容，包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、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、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、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，同埋統籌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。到我啦，推動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有邊4項任務？健全國家安全體系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，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，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。無懈可擊。輪到 Anson， 咁我問你，10個堅持係指啲咩？10個堅持包括黨對國家安全工作嘅絕對領導，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，以人民安全為宗旨，統籌發展和安全，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，統籌推進各領域安全，把防範化解國家安全風險擺在突出位置，推進國際共同安全，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，仲有加強國家安全幹部隊伍建設。好啦，睇嚟我哋今晚都分唔出勝負噶啦。既然兩位對國家安全知識咁了解，我正式宣布，今次嘅比賽結果係雙冠軍。大家記住啦，義工係促進社會和諧同提升公眾安全意識方面起咗重要嘅作用，而國家安全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嘅義務。參與義務工作就係盡公民義務，回饋國家。
香港需要愛國愛港嘅人，共同努力，齊心守護好我哋嘅國家同家園。只要大家同心協力，社會就會更加安全同幸福。咁今次我哋真係 win 啊！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